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到嚟我嘅 channel。踏入30至40歲呢個嘅階段，化妝邏輯真係要轉一轉啦，千祈唔好再將陰影、眼妝同埋眉妝畫得太濃。今日呢條片專為30至40歲而設嘅輕型減齡妝，又點樣利用精進嘅修容縮短中庭，點樣用單珠嘅睫毛代替厚重嘅內眼線，仲有點樣減淡眉色，令到眼神變溫柔，去打造一個自然又有神嘅狀態。如果你都想擺脫妝容嘅成熟感，呢條片絕對要由頭睇到尾。呢個時候我已經上晒粉底，其實30歲開始，面部嘅輪廓會慢慢冇以前咁緊緻，面部嘅線條亦都容易睇落去比較平，所以我會先做陰影，重新加強面部嘅立體感。我會用印嘅方法將陰影加上面，每次落筆由上而下，用圓頭嘅大掃令到啲粉均勻散開，咁樣嘅連接位會自然好多。顴骨位就用數上面剩翻嘅陰影粉輕輕印開，將面部原本突出嘅位置收翻順，輪廓睇落去會更加流暢，成個面會精緻啲，但係又唔會增加成熟感。髮線位亦都可以用同樣嘅方法印上修容，因為30至40歲嘅面部比例，額頭如果睇落去太長太平會比較容易突出成熟感，所以可以稍微縮短額頭嘅視覺比例，同時有陰影嘅對比會增加額頭嘅圓潤感，面部嘅線條會柔和好多，亦都會增加女性感。鼻影嘅重點我會放翻喺下半截，30至40歲之後，如果鼻影一路由眉頭向下畫，會容易將面部嘅視覺比例拉長，中庭睇落去亦都會更加明顯，所以我會將鼻影集中喺下半截，將中庭嘅視覺比例縮短，令到面部睇起上嚟更加有態。鼻影向外掃開，令到邊位更加柔和，再用粉撲將鼻影邊位輕輕印貼，咁樣就唔會有一條好明顯嘅直線，但又保留到鼻梁嘅立體感。用數上面剩低嘅陰影向上延伸，避免鼻影一路加深上去，睇落去太假，反而增加妝感。最後用遮瑕膏將加深咗嘅鼻翼稍微修飾一下，鼻翼其實唔需要畫得太深，視覺上反而令到成個鼻頭更加大，甚至有顯重嘅效果。所以減齡妝嘅修容重點係用比較柔和嘅陰影，重新調整面部比例，同時保留自然嘅立體感。30至40歲嘅妝容，眉毛其實唔適合畫得太深，將視覺嘅焦點上移，令到中庭睇落去更加長，整體就會容易有成熟感。如果本身眉毛有比較深嘅底色，可以用遮瑕膏去遮蓋。上遮瑕膏之前，先將微微嘅眉毛向上梳，中間嘅眉毛就向前梳，咁樣遮瑕膏會更加均勻咁樣分布喺眉毛底下。不過要留意，遮瑕膏主要係遮淡皮膚上面嘅顏色，而唔係遮眉毛。如果眉毛沾咗遮瑕膏，可以用棉花棒加少少爽膚水，將眉毛表面多餘嘅遮瑕膏抹走。等到底色減淡之後，再用同髮色接近又或者淺半度嘅眉色重新填補。呢一度我只會填補眉毛中間嘅空位，盡量唔好將顏色重疊喺原本嘅眉毛上面，因為眉毛本身已經有顏色，如果再疊加深色，成條眉就會越畫越深，最後反而令到眉毛成為五官好突出嘅位置，增加成熟感。最後用眉筆輕輕勾畫翻眉形，令到眉形更加整齊。成個眉妝嘅重點其實唔係將眉毛畫得更加清楚，而係將眉毛嘅重量減低，咁樣眼神會柔和啲，表情冇咁嚴肅，同時避免視覺上拉長中庭，成個面部嘅比例會更加輕盈。眼妝嘅部分我會特別着重眼妝嘅輕盈感，眼皮會分泌油脂，加上30至40歲之後，眼皮摺痕同埋眼緣嘅變化，都會令到眼妝比較容易積線同埋暈染，所以第一步我會先上Eye Primer， 除咗可以幫助控制油分、減少眼妝出摺痕之外，下眼線嘅位置我都會搽少少，因為眼皮比較厚，合眼嘅時候眼線比較容易同下眼皮接觸，之後就會慢慢化落嚟，所以呢個位置先做好打底，可以減少眼線化開嘅情況。之後我會用一個淡啡色打底，呢個顏色主要增加少少嘅深邃感，同時有消重嘅效果，唔會用太深嘅顏色，因為30至40歲嘅眼妝如果顏色太重，反而令到對眼睇落去容易攰。下眼線位置我會先用珠光迷色打底，再疊加一個帶珠光嘅粉色，呢個位置加少少嘅光澤，可以令到下眼簾睇落去更加飽滿，亦都會增加一種比較清純柔和嘅感覺。如果想用呢一個方法夾睫毛，就要特別注意夾上面嘅膠條，因為條膠受熱會溶，所以我只會快速加熱睫毛夾嘅頂部。加熱之後，我一定會先用手去感受一下溫度，確保只係暖暖地，唔會辣手，先至用嚟夾睫毛。夾完睫毛，我會再加眼線，因為今次想要嘅唔係一條好實好銳利
利嘅眼線，而係一個比較柔和同霧化嘅效果。所以畫完之後，我會再用尖頭嘅棉花棒將眼線邊位輕輕推鬆，咁樣可以將線條柔和翻，避免眼線太生硬，令到眼妝睇落去更加輕盈。今日我就唔會畫內眼線，我會用單珠嘅睫毛去營造類似嘅內眼線效果，保留翻眼型嘅清晰度，但係又唔會有成條嘅內眼線咁厚重，睇落會更加自然，亦都唔會令到眼神太銳利。之後再用啡色嘅睫毛液，但只係搽喺睫毛嘅末端，咁樣根部睇落去仍然會有濃密感，但睫毛嘅末端就更加輕盈，成個眼妝唔會有太重嘅感覺。另外，臥蠶亦都係減齡眼妝入邊好重要嘅一部分，因為臥蠶嘅存在可以增加眼睛上下嘅視覺高度，令到眼型睇落去更加圓潤，同時增加一種比較幼態清純嘅感覺。畫完臥蠶之後，我會再根據整體眼妝嘅深淺，適當咁樣加深或者減淡，令到上下眼妝嘅比例更加平衡。我會再加帶閃嘅粉色眼影喺臥蠶位置，利用細緻嘅光澤增加飽滿感，咁樣成個眼妝就會有深度，但係唔會太重，眼神更加柔和同有神。去到胭脂，揀中性色調比較合適。30至40歲之後，皮膚開始冇以前咁透亮，膚色亦都比較容易顯得暗啞，又或者唔均勻，所以胭脂嘅作用主要係喚醒膚色，令到個人睇落去有自然嘅好氣色。另外，我會揀帶少少光澤感嘅胭脂，可以營造翻皮膚本身嘅透亮感，用斜向上嘅方法去混染，因為隨住年齡嘅增加，面部輪廓嘅視覺重心容易慢慢向下，所以胭脂向上掃可以將視覺向上提。去到唇妝，我會先用唇筆勾畫翻唇形，因為30至40歲之後，唇形有機會冇以前咁飽滿，而下庭亦都容易有向下拉長嘅視覺感，所以用唇線筆可以先將唇形修飾翻，調整翻唇峰同埋嘴角嘅位置，令到輪廓更加完整。視覺上面亦都可以縮短下庭比例。唇線筆我會揀同唇膏接近嘅顏色，咁樣唇線同唇色可以自然融合，唔會有一條好明顯嘅唇框。之後我會直接用一個帶光澤感嘅珊瑚色唇膏。珊瑚色本身比較有活力，可以增加面部嘅氣色，令到成個人望落更加精神，而且相對太深嘅唇色會更加輕盈同有年輕感。另外，我特別揀有光澤感嘅質地，唇膏表面嘅光澤可以透過反光嘅效果，令到雙唇睇落更加豐盈。最後我會再睇一次成個面部嘅輪廓，做最後嘅調整，所以我會再用少量嘅陰影加深下顎線，令到輪廓更加清晰。30至40歲嘅減齡妝，輪廓清晰唔一定代表要有好重嘅陰影，而係要令到面部嘅線條睇落去更加利落，同時保持自然。最後我會修飾髮線，因為髮線比較稀疏，又或者邊緣比較空，額頭嘅範圍睇落去就會更加大，會令到面部嘅比例顯得比較長。輕輕去填補翻髮線位，修飾額頭比例之餘，亦都可以令到面部輪廓更加完整。當髮線、下顎線同埋面部嘅輪廓整理好之後，五官嘅視覺集中度就會更加好，成個妝容睇落去更加精緻精神，同時保持自然嘅年輕感。希望今日分享嘅細節技巧可以幫到大家喺日常化妝嘅時候輕鬆減齡。如果覺得影片係學到少少嘢，可以俾個 like 我，留言訂閱我嘅 channel， 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IG，有其他嘅教學短片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